特分子針對奧運企圖炸上海同埋北京。特區政府話唔想大幅更改聖火傳遞路線。金船航空結業之後，消委會累積收到200個投訴。講詳細嘅新聞內容。公安部話，新疆東突分子策劃恐怖襲擊干擾奧運。新疆公安近期就破獲2宗針對北京奧運嘅案件。呢啲集團詳細勘探政府大樓同埋軍事基地，企圖喺北京同埋上海發動炸彈襲擊。又計劃喺奧運期間綁架外國記者、遊客同埋運動員。駐北京記者鄭思婷報導。新疆公安機關喺年初拘捕咗10名東突恐怖分子，並搜出超過100公斤炸藥同埋一批製毒工具。佢哋針對北京奧運，企圖喺下個月起喺北京同上海發動恐怖襲擊。對北京和上海兩地的涉外賓館、政府大樓、軍事基地等設施進行詳細的勘查，盡快對他們所謂的破壞方式、毒氣和遙控爆炸裝置進行實驗，還要求所有恐怖團伙成員，如遇到抓捕，就與警察同歸於盡。公安部指，東突恐怖襲擊組織多次送成員出境接受恐怖培訓，再遣返內地進行咗13次試爆。另外，公安部喺3月底至今個月初喺烏魯木齊拘捕咗35名恐怖分子，又搜出一批爆炸裝置。公安部話，集團喺去年底已經密謀喺北京奧運期間綁架外國記者、遊客同埋運動員，又企圖喺烏魯木齊策劃人肉炸彈破壞北京奧運。公安部話已經拘捕咗2個恐怖襲擊組織嘅主要成員，只係有個別嘅人仍然在逃，唔排除佢哋會繼續針對北京奧運策劃恐怖襲擊。無線電視駐北京記者鄭思婷報道。而北京奧運聖火喺美國三藩市傳遞期間，臨時更改同縮短路線，避開示威者。到咗北京商討聖火傳送嘅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話，會確保程序莊嚴有秩序，但係唔希望大幅更改傳送路線。先由何文文喺北京報導唐英年嘅講法。唐英年同北京奧組委官員開會之後話，5月2號香港傳送火炬嘅路線，唔排除到最後一刻仍然可能修改。去到5月1號，我哋都仍然係保留呢個我哋會不斷檢討同埋改善同埋優化呢條路線，令到咧我哋有呢個火炬嘅傳送係可以做到暢順、安全、有秩序舉行，同埋莊嚴咁樣舉行嘅。但佢強調唔希望大幅修改路線。喺三藩市咧，對於有好多人去想參觀火炬，其實同樣係失望。我哋唔希望咧香港人會失望，因為有好多人呢個係一生人一世嘅機會咧，係見到火炬嘅。我哋會盡量俾機會俾多啲市民。咁我亦都唔希望咧見到有個情況咧，就話我哋要大幅度改個路線，因為秩序嘅問題咯。唐英年話：政府目前保持中級戒備，屆時會派3000個警員維持火炬傳送嘅安全。唐英年今日仲出席喺北京嘅香港馬會會所開幕禮，而作為奧運馬術嘅協辦團體，香港馬會仲同國際奧委會簽署合作協議。另外，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出席國際奧委會執委會會議時，表明冇計劃縮短火炬傳送。無線電視記者何文文喺北京報道。為咗防範示威者干擾聖火喺三藩市傳遞，路線臨時大幅更改，終點嘅慶祝儀式亦都改喺機場舉行。由陳錦霞報道聖火傳遞嘅情況。聖火傳送起點喺中國灣公園碼頭，由經已移民美國嘅中國前奧運游泳金牌得主林麗展開第一棒嘅傳遞。不過佢跑咗一段路之後，走入一座貨倉，之後就失去聖火嘅蹤跡。傳送中斷近1個鐘頭之後再次展開，不過就改由2個火炬手一齊傳遞。當地警方話係基於安全考慮，由第2棒開始改變火炬傳遞路線，並將原定13公里嘅路程縮短近一半。沿途嘅保安嚴密，除咗有火炬護衛手貼身保護，警員同聯邦調查局人員陪跑，亦都有警員騎單車同電單車沿途喺兩旁護送。前後亦都有車隊開路同保護，確保聖火唔會受到干擾。
喺火炬傳送期間，有火炬手突然攞出一支雪山獅子旗揮舞，立即被火炬護衛手制止。亦都有示威者企圖接近火炬，好快被警員驅趕。有示威者就突破警方防線被制服。聖火傳遞2個幾鐘頭之後結束，終點由原定嘅克爾曼廣場改喺機場舉行慶祝儀式。中國駐美大使周文重喺儀式上話：火炬喺三藩市嘅傳送順利完成。聖火之後送往下一站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。有組織表明喺當地星期5聖火接力當日示威，但就唔會試圖整熄聖火。另外，英國政府發表聲明，指首相白高敦唔會出席奧運開幕禮，只會參加閉幕禮。發言人強調呢個並唔係杯葛行動。無線電視記者陳錦霞報導。有三藩市華人喺聖火傳遞之前幾個鐘頭已經聚集支持火炬傳送，部分人同藏獨支持者衝突。駐三藩市特約記者嚴劍蓉報導。近200人摸黑集合，準備好裝備，唔單止係標語旗幟都準備咗，仲提供早餐、午餐同水，對呢個漫長又期待嘅一日有備而嚟。是啊，這天晚上也是睡不着覺，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，今天早上也一大早就醒來了。非常激動，我其實是從北京來的，然後所以這件事家鄉的事嘛，然後但是我今年可能沒有機會性回國看奧運，所以現在火炬能夠經過3番，我肯定是要去支持的。7點鐘，天一光，一部部巴士載住三藩市灣區各地嘅不同組織去火炬傳遞嘅起點 Makovikov， 為嘅只係佔一個好位置。有人跳舞，有人唱歌，過程中場外仲有支持西藏嘅人士到路口示威，氣氛一度緊張。在場嘅大批三藩市警員不斷分隔兩方人士。一名支持藏獨嘅青年被警方用手扣帶走。數以千計嘅人喺寒風之中等咗超過7-8個鐘，不過最後佢哋都睇唔到第一棒火炬嘅傳遞，全部都失望而回。我們很痛心，我們是來接奧運聖火的，我們不是來搞政治的。我覺得心裡很失望，我這樣的話我就很痛恨這些打彈破壞這個奧運的。三藩市係全美唯一嘅火炬傳遞地點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三藩市呢一度華裔嘅人口龐大，大概1/4嘅人口都係華裔。無線電視駐三藩市特派記者嚴劍蓉報導。咁除咗華人，亦都有唔少美國人由東岸專程去到西岸睇聖火傳送。